唉，又到節日啦，真係唔知送咩俾長輩好。我早就買好咗野花牌綠蜂膠，阿爸阿媽一直有食，血糖、血脂、血壓維持得特別好，免疫力都提高咗啊！佢哋身體好，我先放心。呢個好，送禮送健康，就送野花牌，產自巴西，源於自然，銷量領先，官方認證。野花牌綠蜂膠推出買6送1，更提供本地及中港台免費郵寄服務，本地1到2日收到。訂購電話1866690488，1866690488。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，请温暖他心房。送你，祝福永不斷。無須負重人，催逼一生擔正，只需善心滿東華，星期六晚上8點30分，新時代電視一台。呢間機械人公司係由一位浙江大學嘅教授同畢業生團隊創辦，成功生產出全球第一款專為複雜地形而設嘅輪足機械人。它這個 AI 的芯片在這個背後它分銷該做什麼，它就控制着4個電機，打到電機上面去控制這個腿肌。癱瘓者可以重新站立行走，就係佢哋康復嘅關鍵。無窮之路5，志行無疆。星期日晚上9點50分，新時代電視一台。又到聖誕啦，好多人都知道聖誕節就係紀念耶穌基督嘅降生。主耶穌嘅降生點解對我哋咁重要？喺聖誕節之前嘅4個星期，將臨期係咩嚟㗎？耶穌呢個名係咩意思呢？我可以點樣回應主耶穌嘅降生呢？請留意嚟緊呢一輯《恩語之聲》。